嗱，首階段嘅聯賽咧，可以講係充滿呢個驚喜㗎。季初一度領先嘅星島咧，晚節不保咧，結果咧跌落呢個護級組。而季中嘅二合咧，亦都開始回勇啦。咁啊，結果亦都咧取得首階段嘅第3名嘅。咁啊，其實咧睇翻啊8支球隊嚟講咧，除咗愉園一早領放咗出嚟之後咧，其他7支隊伍咧都爭持相當之激烈㗎。嗱，或者透過我哋嘅小傑咧，同大家重溫一下。嗱，今季首階段聯賽咧已經圓滿結束啦，咁但係可以話烽煙四起喎，因為唔到最後一場咧都唔知道爭標組嘅最後名單嘅。咁啊，最後4隊咧就係呢個愉園、南華、二合同埋好易通。而好易通啊，要去到最後一場賽事擊敗呢個榜首愉園咧，先可以進入爭標組嘅賽事。而最可惜嘅就係舊年聯賽冠軍快通咧，最後要淪落到喺個護級組作戰。咁有人話咧入場人數咧就係球市興旺嘅指標啊！咁我哋而家睇下咧今季嘅入場人數先。首階段嘅聯賽入場人數比起上年同期相差7600幾人，而收入就少咗126萬幾。相信香港隊喺亞運成績欠佳，對球市一定程度嘅影響。不過咧喺入球數字方面咧就有所上升喎。現時咧喺聯賽總共咧入咗201球，比上年咧多咗16球嘅。入球數字嘅上升咧反映出咧現代進攻足球咧亦都開始受到香港球會嘅受落啦。至於今季外援人數亦有所改變，由駐5出4改為駐4出3，而喺外援名額變動得最多嘅就係快易通，總共有7個，而好易通有6個咁多。愉園方面咧4名外援同上季一樣啊，佢哋咧可以話係8隊甲組隊之中咧人腳變動得最少嘅隊伍，加上翼鋒郭宇雄以及中鋒郭文迪今季大勇大叔。而中場指揮官蔣世豪咧亦都回勇喎。後防方面啊，加夫尼、高爾同埋黃偉德組成嘅鐵三角，現時咧只係失咗14球，係咁多隊之中失球最少㗎。咁所以咧，今季愉園能夠奪得首階段聯賽冠軍，並唔令人感到意外。其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原因就係我哋今年嘅人腳變動比較少啦，今年嘅人腳同舊年可以話差唔多，只係加強咗部分嘅位置啦。咁第二咧，我相信季初我哋嘅集訓做得非常之好，教練嘅部署亦做得好成功啦。再加上最重要就係我哋開始嗰時咧比較順利啲，連贏咗9場，咁一開始已經定咗我哋呢隊波咧可以入到爭標組啦。咁於是球員打出嚟變咗毫無壓力啦，都比較放鬆去打，咁造成咧今日嘅成績比較突出啲咯。第二循環咧，我相信我哋嘅目標就好鮮明㗎啦，就係希望得到個聯賽冠軍啦！而最令人失望嘅，相信係衛冕聯賽冠軍快易通要淪落到護級組作賽。快易通今季人腳變動頗大，科士打離巢，令球隊缺乏一位超級嘅射手。而季初球隊派錯呢個要賽越季波監嘅馮嘉琪上陣，令到佢哋由和波變輸波，唔能夠取得好嘅開始。另外李安納同埋黃偉德離隊，亦令到球隊嘅後防出現漏洞。而快易通最致命嘅弱點就係容易輸大二波，好似以0-2輸俾流浪嘅一場比賽，就嚴重影響軍心。主要嘅變化就係我哋過去呢個球隊係比較穩定嘅，我哋每一次加人咧都係加1個半個。咁今季咧就係因為有2個嘅華人嘅球員離隊啦，加上喺外援方面咧，因為我哋喺季初嘅時候咧就冇揾足個外援嘅，咁等奇俊同埋華高斯2個。咁喺季中先加入，咁加入嘅過程裏邊咧，亦都即係話有一定嘅適應期。咁同時卡根洛夫亦都係最近離隊，咁所以成績咧就係中段咧係有少少失敗嘅。所以對於後半季嚟講咧，即係最主要就係要贏翻，即係就算喺護級組咧，都每一場都要贏咯。響季初成績未如理想，以及因為球證執法問題而一度想解散球會嘅二合咧，可謂峰回路轉啊！響何耀信取代尼爾執掌教鞭之後咧，球隊有如脫胎換骨，而黃志強同埋焦仲文嘅出色表現咧，更加係帶領二合響近5仗咧取得連勝嘅紀錄。咁當中咧仲曾經以4-0咧大勝快易通，能夠有咁超卓嘅表現啊！師傅信話咧，全憑鬥志所成。我諗我哋冇初帶隊嗰陣時冇諗過入爭標組啦，但係我接手嗰陣時就我帶俾佢哋一個信息，就係即係我哋有咁嘅機會係教我哋係甲組球員，我哋一定係要全力以赴，每一日都係要將個工作做好咯。我諗係大家係4個字啦，我覺得係大家眾志成城咁樣啦，即係冇可能嘅發生事，我哋都真係做得到，自己都唔相信。南華今季大膽起用巴西教練以及球員帶領球隊爭奪錦標。響季初，由於部分球員未能適應巴西踢法，加上食糊人物歐惠倫腳風唔順，一度響聯賽跌到谷底。好彩經過多場賽事以及積極訓練之後，球隊嘅狀態開始回升，而歐惠倫亦都重拾射門鞋。
陣中嘅巴西球員有能夠融入球隊，令南華回復班霸本色。最後佢哋憑住凌厲嘅後勁，以第2名進入爭標組。至於今季好易通起用咗大量較具經驗嘅球員擔任正選位置，好似吳群立啦、山道士等前南華球員就係陣中嘅猛將啦。咁但係由於整隊嘅平均年齡較大，咁所以略嫌欠缺活力㗎。咁不過外援高能嘅加盟令球隊嘅入球本錢大為提高。咁結果佢哋擊敗榜首嘅愉園，成為最後一隊進入爭標組嘅隊伍。而星島方面人腳變動雖然唔大，但係表現就比較反覆。季初曾經喺聯賽榜位列前線位置，但由於韋君龍以及加連奴域受傷患困擾，令球隊進攻能力大為減弱。不過喺最近嘅2場波，佢哋都能夠大比數贏咗對手，2場加埋總共入咗7球，而梁志區嘅表現更加係十分出色。不過可惜喺之前失分太多，最後只可以喺護級組周旋。以青春班為主嘅流浪喺黎新祥嘅帶領之下受到各方面嘅讚賞。呢班以奧運隊為骨幹球員嘅山古仔踢起上嚟拼勁十足，而且經常以超卓嘅體能壓過對手，取得勝仗㗎。咁但係可惜響首階段聯賽嘅尾段陣中有2名外援球員希爾頓以及森巴都因為紀律問題而被球會凍結或者係解僱，嚴重影響球隊嘅實力，結果亦要淪落到護級組作賽㗎。新升班嘅西貢朋友，由於欠缺經驗，所以喺後4隊作賽，可以話係意料中事。但係首階段聯賽神射手湯美嘅出色球技的確係令人印象深刻。呢位巴西球員能傳能射，特別係喺保護腳下球嘅能力更加係出神入化。大家下次入場記得留意下佢嘅功夫喎。首階段結束之後經過抽籤第2階段聯賽將會喺今日開始㗎。咁而上階段嘅分數會有一半大爬階段。現時爭標組愉園15分，而南華、二合同埋好易通同得11分㗎。咁至於護級組星島就以9.5分排喺第1位，快易通同埋流浪就得8分，而西貢朋友就得5分競盤活值嘅。爭標組有4隊球隊可以話得係實力非常接近，睇嚟喺第2階段必有龍爭虎鬥。